歡迎收睇蛋撻 TV， 我係楊如思。1945年10月25號，侵華日軍駐台灣總督投降，台灣光復重回中國領土之中。2025年，北京正式將台灣光復紀念日列入國家紀念節日之一，同台灣嘅光復節一齊，兩岸首次同步舉辦台灣光復80週年紀念活動，成為兩岸共同嘅節日。兩岸高調慶祝台灣光復。除咗歷史意義，對台海未來有咩預示作用呢？台灣光復80週年，兩岸中國人開香檳慶祝，但係有班當侵略者係老豆嘅門口狗，覺得係恥辱。日本契仔賴清德隱形刻意淡化，甚至打壓島內民眾慶祝活動。民進黨秘書長更加話：台灣冇光復節，有勝利者唔做，係都要做戰敗國隻狗。台灣光復80年之後，賴清德依然幻想做日本台灣總督，歪曲歷史，將戰敗講成終戰。民進黨將台灣光復抹黑成台灣恥辱，明明台灣作為中國一部分係勝利者，都要跪低同日本一齊做輸家。二戰輸一次唔夠，民進黨班精神日本人企圖惹起台海火苗，將全台灣民眾拖落水，為日本戰犯陪葬。班6到上頭殼嘅塔綠班，雖然把口唔認光復節，但係家招放糧照出，台獨靠把口，抗戰零付出，錢財擺美國，拍囉柚賣台灣。呢啲咪就係民進黨底色咯，班青料廢柴一齊發癲，好似死老豆咁喊冤話，日本爸爸冇輸俾中國，係輸俾美國原子彈，所以應該認美國做新爹哋，台灣地位應該由美國爹哋話事。台獨分子夾埋班美國反華政客，拋出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，民進黨甚至講出蔣介石係麥克阿瑟下屬，台灣係美國交俾中國袋住先嘅歷史虛無主義。兩岸一齊慶祝台灣光復，唔只係紀念日本戰敗投降，台灣回歸祖國，更係對台灣地位未定論一次華麗嘅歷史反擊。重點是有一個很好玩的，就是幫賴清德尋根之旅。對，因為他有一個賴清德的一個賴系的一個祠堂，它裡面有族譜嘛。那因為我們賴總統他說他是這個長毛象的後代嘛，他不認說他是中國人，他也不敢講，所以我們就去看，他又欺師滅祖，忘了自己的祖先是誰嘛。他說90幾%都是其餘人嘛，所以我就去幫他尋根，我就去打臉他，啪！班台獨政棍一味靠政治意淫台灣地位，但係歷史一早有晒 record， 開羅宣言寫明，日本所竊取之中國領土，如台灣、澎湖群島，應歸還中國。波茨坦公告再確認，日本需履行開羅宣言條件。日本投降書簽咗，戰後聯軍接受，文件仲由戰敗國同勝利國共同見證。邏輯上、法律上、國際上都已經講清楚講明。咁所謂未定論邊度嚟？答案好簡單，係政治需要做出嚟嘅煙幕彈。美國想將台灣用嚟做對付中國崛起嘅武器，仲裝埋台灣地位未定論呢個炸彈，推班台獨分子出嚟送死。台灣光復係中國軍民，包括台灣民眾用汗血同生命打返嚟嘅二戰成果。呢啲歷史文件係全世界對祖輩付出嘅肯定。班綠營契弟黨睇唔到，甚至強行曲解，就係認賊作父嘅不肖子孫。民進黨不斷咁淡化，甚至抹黑台灣光復同埋抗戰勝利，目的除咗為日本爸爸招魂，更加想打造台獨基礎、台灣民族論，大叫我哋唔係中國人，我哋係台灣民族。真相係台灣嘅故事從來就係中國故事嘅一章。如果台灣冇光復，點解賴清德講中文食中餐，而唔係改日文名叫我孫子清德呢？民進黨成日叫台灣人唔係中國人，一定係佢哋全部都係阿里山塊屎坑石爆出嚟嘅。沒有光復，沒有光復，沒有光復。80年前抗戰勝利，台灣光復係反法西斯勝利、民族團結嘅象徵。80年後，佢變成兩岸共同回望歷史、尋求和平嘅契機。北京同步設立台灣光復紀念日，就係要話俾全世界聽，兩岸記憶相通，歷史坐實。呢個節日唔只屬於全體中國人民，更加屬於所有記得自己根嘅台灣人。當民進黨仲喺玩歷史切割遊戲時，
越嚟越多台灣人醒覺，呼籲兩岸和平。今日嘅紀念日唔只屬於歷史，更屬於未來。蛋撻 TV，我哋下期見。蛋撻 TV 有意思，同你笑住傾時事，開心 share 一齊睇，食住花生 bagel。